去年底总统大选，大清着高雄竞选总部的宣传车启动着两个桥倒摆的民众，经过半晌午，这两个民众指控讲，民进党杀责任无要负责。民进党的高雄市党部是强调讲，两届的协调会，因拢有派人去参加，也毋过双方赔偿金额超未平，所以在等待法院的判决。嘛强调讲，党部会先配合民众，再过来向司机求偿。但是受伤了后的伤痕，42岁这先是代志发生了后，无法度哭真久，开山了的工课嘛无法度继续。厝内主要趁钱的伊，这半冬拢爱借钱过日子。19岁的王东二，这是大腿开刀，半冬来空喙永远会痛。两个人是去年底总统大选期间，互赖清德高雄竞选总部宣传车弄掉的伤者。主民指控民进党选前讲要负责，选后无爱插。因为我是开3毛的，势必一定是要蹲在里面。可是我脚就是没办法蹲进去。车子是借司机开，然后他跟党部没有雇佣关系这样子。这先是指控事发了后，敢若做事司机当面慰问过一届，完全无感受到民进党的诚意。王东二这是讲最后一届协调会了后，佮听到对方讲民进党甲司机无雇佣的关系，嘛互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质疑民进党是想要闪避掉连带赔偿责任。这些不合理的事情都有办法去凹、去甩锅，让这些高雄市民求助无门。因为他是肇事者，所以司机他当然有他也应该也会知道说啊，我如果民进党答应人家的，那最后你还是跟我求偿，所以他认为不合理的部分，他就不愿意去做一个和解。民进党高雄市党部表示，自头个月无否认过肇事司机是民进党所请，讲出无雇佣关系是保险业务员，无代表着民进党。主要是肇事司机是主要赔偿者，伊甲伤者对着赔偿金无共识，才会协调破局。后续若是法院判赔，但由民进党先付钱，才甲肇事司机求偿。等待过程当中，伤者若增加任何支出，嘛会当另外来请求，因袂闪避。记者王刘婷丹、hen坤报道。